种等的一三人，一种做的一家人，有你有爱，有爱你，六种等的三人，含菜嘅等的无菜嘅人。摸着黑飞衣，黑点唔提嘅上眼你，留下來嘅等你留半年，虛擬時常再來看看的你，留下來嘅等你留半年，本的你感覺。白白嘅，為愛燙伊嘅太錯你，難得溫柔，淡淡嘅笑點看的你，一種等的一三人。種做嘅一家人，無論你去到哪邊，永遠都係福卡嘅你。掌聲鼓勵，歡迎大家收看《福氣來咧》，我係 Rita 玉婷，今日大家談到嘅歌聲是喺今年2019年台灣流行音樂演唱大賽嘅二獎，喺二組二獎嘅得主，你今日歡喜邀請到記得一開場時帶來了溫暖感動人嘅歌曲，好，先嚟分享記得哦，來分享了作曲家陳玉熙，玉熙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玉熙，很高興來到福氣來了。我今日同你彈吉他，動有感情。稍後來呢，來分享了解新生台創作歌手哦。今日係有主持節目來分享鄭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鄭子怡，今日當歡喜來到兩片唱歌。之前喺客家電視台看到你係喺台上工錯冇？講法下度，今日來唱歌感覺冇強樣哈。那時候當然恭喜兩位哈，第一擺參加比賽是拿獎，是拿到行業組嘅，就係第二名是出嚟啦哈。嘟嘟開始得獎嘅時間，玉熙就說第一名是重缺的，因為佢係先跟到佢嘅夥伴是係你哦，佢啟動佢的作品，提擺咗嚟按合奏，這個就是最棒的，對不對？好，你擺家大家談到你嘅歌聲，你嘅曲嘅按到電呢？用乜嘢？你電呢有乜嘅故事，做得幫你寫出愛用嘅歌曲呢？其實因為我係睇了，有感覺講全家人做得帶鄉下嘅時間係非常難得嘅。後來我感覺，你做得全家人全部都帶鄉下嘅時間，就係食飯嘅時間。嗰時候就唱我嘅歌詞，強用一種等嘅係一三人，一種做嘅就係一家人。嘅因為除咗我嘅舞卡，你食飯嘅時間，大曬嘅味嘅係固定嘅。嗰時候我食飯我坐那邊，以後我都會坐幾片食飯。嗰兩首歌曲會寫到等嘅，因為我嘅阿公喺去年嘅時節離開嘅，嗰時候阿公離開了後，我就感覺講，雖然家嘅人唔在咧，不過家嘅等嘅家嘅味係永遠都喺幾片。嗰時候就算佢唔在，不過你看到嘅等嘅就會想到佢。哇，係一種同情嘅感情啊！因為我之前是老子瑜有熟識咧，我哋講不卡阿公從來咧是係做主嘅人啊，最大嘅係最大嘅。咁講佢係當標準嘅客家男性係嗎？非常標準，因為其實你唔係出去講。
关心又蛮讲唔系动情，不过呢，感觉又动情，因为佢唔系老安利非常是种大嘴骨啊，唔系青少年嘅阿公，佢迄安尼，我讲面扁扁的，面扁扁嘅，至于9點鐘來，有係冇？係。嗰時候，我感覺，唔過佢離開咧，佢我就感覺家己付出係默默嘅。嗰時候真正佢離開咧，佢就會非常的想念，因為就會發現到，其實安利夫家庭，青島嘅地方係佢照顧安利嘅。相信安利講，多事情過體，這樣子講啊，你但係很用的。我非常的想念吼，嗰時候寫嘅歌詞，佢寫嘅歌詞，寫嘅就你對阿公嘅思念，也講對你嘅家庭，你嘅想要束縛嘅感情吼。嗰種時用我想要請到玉溪來寫歌曲，玉溪怎麼會參與這一次的曲子的創作？因為其實因為我們就認識一段時間的，然後他知道我可能比較擅長這樣的歌曲吧，就是說。怎麼樣？多愁善感，你很多愁善感嗎？就比較悲慘一點，沒有啦，就是越慘越強，就是在比較內心一點。然後，那時候我知道子瑜也就喜歡唱歌，然後表演這樣子，然後我想說，那不然你來寫歌詞啊，然後我幫你做歌啊，看你是不是要弄個 CD 或怎麼樣。然後後來他就自己就說，我想報名原創這樣子。然後我就想說，就蠻大的挑戰啊，應該這樣講。然後，可是我就想說，那我也沒有試過母語創作，不然試試看這樣子。對對。所以你兩沙都係第一擺參加比賽嘛，哈，有用客家話。那啲講玉溪，大家係講有談過青鳥合唱團表演，是啲講哥哥係為主嘛，你係弟弟，所以爸爸講海流，媽媽講詩言。咁你到平常心從早也講談子瑜講詩言客家話。你在寫曲子的時候，應該是有一些挑戰，怎麼克服？其實就是因為我對客語，其實我可以聽，但是如果是講那個聲腔，我是不太分辨不太出來。然後我就說叫他用朗讀的方式，叫子瑜用朗讀的方式，用共發嘅共發本堂，就第一個嘅嗓音，對，用手機錄起來，然後就是都是朗讀什麼一個凳子，怎麼那種感覺，然後但是客語，然後我就一個人就聽了很久，然後一個字就是確定它的聲韻是怎麼樣的時候，再去設計旋律。鼓手叫一種燈誒，叫按樣慢慢咁本台，係冇？對，就是這樣。就按誒，鼓手下亞數歌曲的時間，你下有吃到對客家話有含那層嘅了解嗎？可能就是對他這首歌裡面所有用到的詞都蠻熟悉的。按呢，同好，跟你就接上下本一下 Q 吧。跟至於你這個按呢下歌詞，算係第一擺哦。第一擺下歌，第一擺用客家下歌。哇，同3批第一擺就得獎。跟你這個你下嘅時間哈，因為下文章同下歌詞係冇共用嘅。既然第一擺下歌，唔知道有哪地位你青島嘅學習嗎？因為我喺第一擺下歌，就係寫客家嘅歌曲。故所我一開始我就第一個條件就係我總唔得用方言嘅方式來寫，一開始就會想客家話喺用辦講嘅就會用辦寫。故所我想嘅時就會用客家話開始寫。不過我講講，你平常時講法嘅詞彙其實似唔啦。因為喺成塊地方，當到新嘅詞啊，就講方言有嘅客家話冇，係唔係冇法度表達講你懂優美嘅詞彙，就靠冇安尼嘅東西。係，後來我就一開始除咗客家話嘅部分，我會查嘅詞典，係我確定講嘅音係正確嘅冇。再過來我會看嘅客語認證的詞典，其實佢挺好用，因為漢語認證嘅它的會有分類，佢會分講肢體部分，還是感情部分，還是用版嘅。那係我會想了解這個部分的詞彙，我就翻到幾篇去看，有什麼我做得用嘅。再過來就係真嘅非常嘅冇感覺嘅事，我會看嘅詩集。係就希望加油安尼本自己有啲靈感嘅嘛。就青菜拿一本出來，然後就看大概可能余光中來大概，然後看到什麼詞彙，可能佢就寫到海呀，還是寫到燈呀，還是寫到乜嘅，我就會想，呢樣我做得用冇？那係幾隻詞彙我做得用，我就用方言
转过来客家话，我就说有客家嘛，那迄种那个有客家，我就做得用可能。哦，听到个形容词就错诶吼。古说写作创作迄当神奇的事情，要迄爱动发心思，要做功课就错诶啊。等下转来吼，继续谈两位伫音乐的路后，样板变成好朋友、好伴，个继续创作新的作品哦。请大家先聊一下。大家转到不喜来咧 ，Rita 今半日伫节目当中，老大家共下来谈好歌哦。邀请到的来宾系两位，系陈玉熙老曾志宇，佢两三系今年咧演唱流行音乐大赛行业组的二奖的得主哦。今日头先谈到好听的歌曲，其实两位呢，本单唔系计划讲要做音乐，不过到底用扮演行上音乐之路，实在来谈几多嘅分享哈。我看我现在请教玉熙好咧。我弟讲，你也看到，你也看到你在表演嘛，哈，在表演，而且有做很多的制作了。当时怎么会开始做音乐？音乐是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，大学之前就很喜欢唱歌，小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是国小开始喜欢唱歌，然后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，我们学校办的，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弹乐器啊，然后就觉得好像学乐器蛮有趣的，然后所以就去叫我妈买了一把吉他给我。哦，对，然后就开始弹吉他。对，从那时候开始。所以这东西是算太后的时间。对，大二吧，大二的时候。所以你也太后，该至于呢？因为讲我一开始是从客家戏嘅。哦，你客家戏从了12年。12年我小5年先开始从到太后毕业。后来毕业了后又去读个中央太后嘅研究所，不过这样读来一学期，我就冇读咧。用诶，因为我感觉嗰时我就想，我为嘛个爱读了到嘅东西，嗰时我就去假想，我后来那系读咧，我后来爱做嘛嘅东西，我就问我嘅朋友啊，问先生讲，那喺我研究所毕业了后，因为我喺读客家语言嘅。係嗰陣時係學嘅聲韻學係喺馬界嘅，係我就想，對咧，我做嚟做馬界，記得講，你做嚟做欣賞，還有做嚟做研究員，我就想，你用三個都冇想愛做，嗰陣時你想愛做乜嘅？嗰陣時我就感覺講，我可能就係想愛繼續做老表演有關係嘅。因為單就做表演，不能去讀青衣花旦嘛。係從青衣花旦嘅。跟然後一下從安尼創作歌曲，也講流行歌曲，跟完全係不一樣的唱腔誒。完全冇咁樣。嗰時一開始我感覺非常的挫折，係因為一開始我有去比賽客家電視台嘅老年大擂台，嗰陣時。比賽嘅時就本身到嘅評判欣賞、評審欣賞講，唔從嘅做唱歌嘅方式，有啲奇怪，就有啲唱戲嘅感覺，發音啊係嘛嘅就有啲怪怪嘅。嗰時嗰陣時我就想，我真嘅唔會唱歌喎，就想可能我真嘅唔適合唱歌。後來我還有去上課啊，去上馬街說要找發聲位置的課程，還做馬街1對1教學。結果呢？你吃到有冇收穫？結果我剛剛最大嘅收穫就會被他教學。唐公給係嚴師哦，你是嚴師哦，免費的。哎呦，有沒有？有開放報名專線的嗎？下面請撥打。嗰時候就係因為兩個好朋友，他就真的指導你唱歌。主要會開始自同我唱歌係因為電呢，係因為因為藝術歌曲。嗰時候你算係經驗真正嘅在做音樂誒，頭擺嘅當然係戲劇啦，戲劇啦哈，戲劇佢到創作到流行嘅東西，實在係冇乜相同。所以欣賞到以後，一下對自家唱歌就動態嘅進步嘅安尼係嘛？我感覺係老以前差青島，真差青島啦。因為我感覺可能以前唱流行歌曲嘅方式真係有點唔對咧，還有感情嘅表達吧，還有乜嘅就有點太，用蠻講
跳欧吧，韵味冇同样，啊，这系韵味不一样哈。可能有人是讲，这样也很好听啊，是讲伊表他嘅方式冇同样。那玉溪影业其实喺第一摆参加亚嘅比赛就得奖，不过亚段时间过来哈，从太后开始做音乐，到今其实你写了很多好歌，也做了蛮多音乐的制作，都挺好。哎，该亚哈，你觉得你卖的最好或最有成就的曲子是什么？应该是2年前的《不曾回来过》吧。哦，就是《通灵少女》里面的曲子。对。给米的节目当中突然冲两句好吗？我们听听看这个原创作者哈，还可以做欣赏自投人唱歌，爱上嘅歌声係清好诶。好，那我就带来一小段。好。哎呦。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唱自己嘅。因为本来係細模會唱嘅歌數，也嚟彈細拉嘅版本嘅。哦 ，OK。随风而走，不曾回来过。多年前我爱着你，不是谁的错，是命运带你来过，却又将你带走。再疼的终究会离开，再恨的再伤的终究会遗忘，不舍的舍不得，没有什么非谁不可，就让自己慢慢成长，慢慢放下。很好听哦！我只有预习在唱歌的时间，然后公发的时间，完全没有强用给你。真的？对你讲话的时候就是蛮淡定的一个人。可你唱歌的时间就会全心投入的感觉，刚唱到面不叽喳哈，就是很深情的感觉，懂投入吧？我以前被讲过说，就是唱歌的时候表情很痛苦，好像快死掉什么的，就真情流露啊嘞。对，真情流露。哎，刚刚来谈你的在分享时啊，就知道讲，真的无论你做什么，特别是做创作的时候，就是很懂真情跟呈现自己，就很真实的呈现自我，没懂生气啊哈。嗰時候至於他創作，第一擺創作就寫客家歌，未來還會想要繼續寫嗎？還想要繼續寫客家歌，其實就感覺講，第一擺做詞就做得有按樣嘅傾聽，就感覺講，每本自家親愛嘅心情，每想要繼續寫青島自家想要講嘅話啦。董爺要不要得獎？有真實發表講得獎感言嗎？好像很忙啊，來，開放時間，我們讓兩位發表一下得獎感言，好嗎？得獎感，當然，因為而家講也係一個動態傾聽嘅。應該係講得獎感言，應該講非常感謝有預習天數。咩感覺講非常感謝阿公，因為係基本係親有感覺寫出來兩首歌曲，就希望自家做得因為禮拜呢繼續寫出青島好聽嘅歌誒，唔係本批散人聽，咩係本自家聽，講出自家想要講嘅話。係哇！家玉信堂都至於安尼感謝吼，大家也看到也感謝真人真情流露。唔講堂講在創作的時節吼，你真人係動業嘅，包含佢寫嘅詞本講，唔好本愛按多東西，你就套一首本愛。
干咩呢？因为一开始，我一开始写之前，我就先紧张讲，我写了全部都唔对种内容。故说我一开始就想，跟我就写3数后嘞，就很像做报告的感觉。那我做3个报告给老师看，老师可能就会觉得说，其中的报告还可以。对，故说一开始我就写了3数本给看，佢就看了后，佢就讲为嘛介你起摆写歌就会一开始按弹性，就写3数歌曲，按用感情就挑来挑去啊，就冇办法非常的专注一首歌曲，后来佢就。对3首伫尾度就突出一首，就会等下2首歌曲将做修改啊，然后将变成完整的歌曲。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就讲，个情绪会跳来跳去，会挑来挑去，没有办法很专注。他那3首歌都是不同的主题，一个亲情，一个爱情，一个是什么忘记了，然后就有一点难去，就是怎么讲？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他就是要把他真的想要讲的话讲出来。那时候刚好也是他刚好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就蛮珍贵的，对，所以就希望他可以认真去完成，先完成《等》这首歌。其按你讲法哈，就会在周转戏的时间哈，资总也会讲的，制作人都会引导，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故事完整的表达，对创作人来说，好，同时金单枪会作曲。编曲，基本也在制作你，御用制作。不过我觉得我是有看出来他那时候写的，就是我看到是有经验到，觉得说，他蛮有天分的，对，所以他也很快的可以再投入这个作品这样子。哇，你刘真景係同好嘅拍檔嘅吼，倘到安尼繼續寫好歌，當然等下真係吼，我要同上去了解吼。其實行夢想嘅路行到也好，一定有遇到青島嘅挑戰，到底挑戰係乜嘅？要繼續用嚟行下去，等下到陣嚟節目繼續同大家嚟分享哦。做一首歌曲，你係至於啲參加農業大擂台，邀請到啲應援親友團寫預習，嚟同下補唱嗬，加送問題㗎嗬。唐你咧緊唱嗬，唱起來是越來越有默契，錯冇？係啊。咁班已經做得冇 ？OK。係啊，我想你啊一開始我先請教兩位。你啦，等於就疑問愛問你講吼，啲兩位最喜歡嘅客家歌手呀，客家歌係乜嘅呢？主音先講好咧。葉公公小菜郎，你係邱信怡嘅歌曲。所以因為喺講嘅大部分堂歌唔係看係哪一首歌手，係唱
那一首歌曲。嘿，因为你讲讲迄个T拜谈到嘅客家流行歌曲，就迄两首歌，用生涯贵重的时间。哦，就说原来客家流行歌曲做得很好听，很清新，知道吗？我妹青中意那首歌曲都好听哦。嘅玉溪呢，你青好嘅客家歌手也客家歌。我喜欢陈永涛。哦，那会了解对那个。跳白云。那首。跳白云。对，因为以前我在车上的时候，爸妈很常放。那时候也不知道，就是我那时候第一个听的客语专辑，应该就是他的。是阿兔歌嘅。对。哇塞，哦，真紧都好听，来推荐俾大家。希望未来大家讲，好听埋歌，咪就得听到子瑜啦、玉溪嘅歌，系冇？好，所以两个开始合作，开始做音乐。当然，玉溪做咧安动年的时间了哈，跟子瑜一样独开跳，所以其实很有欣赏。不过一路行来，其实两个变心都是自由工作者嘛。好，咁咪不看你有嘛个冇强用的上讲啊，你又唔是来为签个签章嘛个合问题呢，谁偷来做？喂，因为我一开始唔係就毕业来合就做自由工作者，一开始没有去上班族那样朝九晚六，哎呦，嗰陣時就非常問題，我看你就非常的滿意。不過，喺我眼去講，你係喺我想嘅嘅想法，係我想嘅做自家想嘅做嘅事情，係我就離開了上班族嘅想法。一開始有兩張嘅係完全冇錢嘅、冇條路嘅，後來嗰陣時係會。冇條路行去出門哦，老母看你講，我去做事咧，真嘅啊，真嘅，完全冇老記到講唔講，我事體我冇做嘅。哦，我有老記到講，不過因為我想講一開始那係真嘅，完全接唔到案咧。不過我冇想老記到，剛剛講哦，我沒辦法靠這個生活。記得會非常的少，所以我會假裝我要去工作，假裝有工作了，假裝說哦我要去做活動主持，可是完全沒有。那其實你去哪？我就去咖啡廳坐着。有靈感啊，你們可以做靈感的來源啊。然後後來就慢慢開始就覺得安尼，一開始真嘅非常的，剛剛講起家。可能生活唔下去咧，因為一開始我哋真嘅清少，可能家己從主持，一開始主持嘅前面唔係一度，不過亞上來一問題呢係嗎？很少問題啦，其實當年嘅年代啊，當年我就會看嘅口罩憑單，來看講，我做哋繼續做也就條路冇。咁你知道有邊做安尼問題上班嘅人係哪好冇？有係哪好？不過最重要嘅係新冠度自家嘅滿足嘅感覺，係同歡喜嗬，做自家好做嘅事情就同快樂㗎嘛，做唔會難就做嘅，係咪？係啊，因為我做青導演嘅條路啊，有主持，有演戲，有唱歌，有編嘛改就感覺我青好高啊，超高就做嘅嗬。嘅玉溪呢，你做音樂做到幾呢嗬？咁要讀到嘛改動，那種動態超也講有點迷惘的時候。哦，有，就是因為我有比較賣座歌曲之後，就開始會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一點，就覺得說，不太像以前是喜歡寫什麼歌就寫，就有點會覺得怕被大家檢視那種感覺。因為開始越來越有名嘞，那也沒有啦，關注度變高了，一個作品這樣調出去會有一些不好的回饋，可能是對，就是對自己的懷疑很多啦，然後也是經過了差不多半年左右到1年時間去調試。怎麼調試？有半年調試就是先不想，全部都先不寫歌了，全部不寫啊？對，就不寫。有人就說，你現在應該就是要趕快一直寫啊，然後覺得說，可是那個心裡面那感覺不太對，所以就先停這樣子。你覺得猶豫的點是什麼？猶豫的點，我只是覺得我現在寫出來的東西，就是那個時候寫出來的東西我自己都會否決掉，我覺得不好，別人不會喜歡，不好聽，這樣子。是沒辦法過自己那一關。對，然後就歌曲都是寫到一半就停這樣子，對，沒辦法完成一首歌。對，所以漸的，乜改事件點，什麼契機讓你覺得好，我跨過去那個困難了？
我觉得有点自然而然呢，就是有一天突然就觉得说，哎，我可以写歌了，然后并且我写这首歌是很厉害呢。没有，就是我想让自己开心才做音乐这样子。你都講到同樣一件事情是講，你係講做到歡喜，你係愛想去做，要按熱情去試，是唔會驚其他嘅事情嘅，錯嗎？對。所以當然行的夢想的路哈，總是會有很多不容易的哈。我想玉溪獨開始走音樂，你也沒想過一輩子靠這個吃飯。有，其實他剛剛講那一些事情，我也經歷過，就是沒有收入啊，沒有案子，然後教吉他。一開始教吉他，然後學生一直請假，然後也會很想罵他們，一直搶假欣賞什麼秀影，對不對？我只有3個學生，然後他們每天都請，每個禮拜有其中幾個都會請假，然後變成我一個月收入只有1000塊嗎？對，就很慘啦。其實也是有很慘的時候。係吼，你啱啱未見過個啦，所以韓國咧也係講保持熱情，最近有買新嘅計劃嗎？有買新嘅計劃嗎？你有什麼？你有什麼新的計劃？做地繼續寫就繼續寫，很希望做地寫到一種專輯咗咧。就做地發行自己嘅作品係嘛？至於睇嘅目標啦。加油！跟玉溪呢？我跟他應該差不多。你要發專輯了？對，但是我會跟他一起做他的音樂。無限支持。對，如果他還是有天分的話。他會看啊，他說如果這個故事不好，我不要寫。哎呦，也係有沒有那麼兇啊。好啦，今日非常感謝兩位來分享，咪祝福兩位行地無論係藝術哪條路行，夢想哪條路行，都走到歡喜，走到快樂。希望兩位，咪希望所有朋友今日來談啲好故事、好音樂哦。邀請大家下睇家強下聽您欣賞呢做沿途，你講你聊聊，拜拜。